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无得，亦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盘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阶段，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好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清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眼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似得西来白杨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地亲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
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临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府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月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理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择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
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颗、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、5颗、6颗、7颗、8颗、9颗，10颗手。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临山地，拈花应正好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清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即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敛显化在古东。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言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地亲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旗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7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颗、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、5颗、6颗、7颗、8颗、9颗，10颗手。
向文。弟子简文清，请各位填写报告自己的姓名。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张武龙前贤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助其减轻病痛，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无会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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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浅显的慈悲诵读，后学就诵读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祝福各位阖家圆满，身体健康，道务宏展，谢谢。感恩点禅师慈悲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禅师慈悲。各位点禅师，各位领队，各位护理员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组，各位组长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拜拜，再见喽，再见，再见，感恩，再见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喽，晚安。愿将这一点点功德也回向弟弟赵天顺。网络电视台有一点点功德也回向给弟弟赵天顺。这个礼拜天要办那个家祭公祭啊。祈愿仙佛慈悲帮助舍弟赵天顺往生弥勒净土无外愿。率天宫外院，感恩上天慈悲，